来关心巴基斯坦要甲无合法身份的外国人赶出境，限制讲爱伫今仔日进前拢爱离开。即几天伫边界往阿富汗的关口就出现几若百台拖拉机。啊，那伫初一到初一为止，可能已经有20万的阿富汗人登去因的故乡。巴基斯坦甲阿富汗两国最近因为真接发生的外界攻击事件，关系是真紧张。伊斯兰马巴调当局指控境内阿富汗人牵涉犯罪、走私者不法的代志。今年24站自杀炸弹的攻击，就14件是阿富汗人所做。指控民兵伫阿富汗境内进行训练，后来则走入去巴基斯坦执行攻击。不过，对着这款的讲法，吉布尼政府是讲巴基斯坦的安全是国内事务，甲他国无关系。也毋过，巴基斯坦要求无合法身份证明的外国人必须伫初二进前来离境，若无会面临被驱逐的命运。内政部的资料显示，巴国境内有超过400万的阿富汗移民甲难民，其中有170万人是无合法的身份文件。نو دا دوی ورځې کې دلته ولاړې څوک پوښتنه نه کوي چې ته واوړې یا څنګه وکړې موږ څه وکړو چې وکړو څه دلته چې راغلو دلته هغسې بایسې اوس خو اجازت راکړي چې وامرو。2021年，塔利班国在掌权了后，引发一波阿富汗人避难的情形。早在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时，有真侪阿富汗人跨过边境到巴基斯坦生活，而且一大就是一世人。就敢若像互联军慢开上款来离开，实在互人唔知要安怎来承受。हमारा अफसोस ये है इन लोग इधर 45 साल अच्छा जिंदगी अच्छा बसर किया लेकिन अब इन लोग अभी तंग आया 边界通往阿富汗的关口，这位刚出现过8台载满人员甲载地物件的卡车，估计初一为止已经有20万阿富汗人回乡。这样驱离行动引起联合国机构、人权团体甲塔利班政府广泛的批评。国视新闻王慧文报道。